你覺得你嘅設計好易用咩？搵5個人試下就知。今日我哋講可用性測試。可用性測試係 UX 設計入邊最核心嘅驗證方法，幫我哋了解真實情況。做法其實好簡單，搵真實嘅用戶返嚟，俾佢哋去完成一啲指定嘅任務。喺佢哋操作嘅時候，我哋就要喺旁邊仔細觀察佢哋嘅行為同埋反應。研究顯示，原來只需要5個測試者就可以發現大約85%嘅問題。做測試有幾個要點：第一，要設定清晰嘅任務，例如請喺呢個 app 訂酒店；第二，千祈唔好引導用戶，我哋只係負責觀察，等佢哋自己去摸索；第三，鼓勵用戶諗到乜就講咩。呢個方法叫做放聲思考法。第四，一定要好好記錄低佢哋卡住或者覺得困惑嘅地方。測試完之後，將發現到嘅問題整理成改善建議，準備進行優化。資源有限，所以我哋要排好次序，優先處理最嚴重嘅可用性問題。記住，你唔係你嘅用戶，測試永遠比自己估估下更加可靠。